我要怎么跟韩硕提和离，他才不会被气死啊？韩硕，我们和离吧，我跟裴恒旧情复燃了。韩硕，母亲要我们和离，她说如果不和离，她就不把少城主之位传给我。你知道我不当少城主，我会死的呀。我错了，韩硕，你跟楚楚才是官配，我是多余的。你怎么了？腿软。都说了，春宫图的事不怪你。别说那3个字儿，万恶之源，再也不是皇后。还说，我其实有话对你说，母亲让我们和什么？和气气，平平安安。还是再做点心理准备吧。少城主，裴思学派人送来东西。送什么东西？裴思学送来红豆给我熬粥祛湿的。红豆乃相思之意，我家公子送少城主红豆为信物，是为了表达相思，不为煮粥。很好，裴恒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作对呀。韩少君误会了，城主马上就会下令命您与少城主和离了。当初您与少城主大婚之时，未游街，未祭天，未拜堂，根本不算礼成，何来我家公子与您作对之说？反倒是我家公子与少城主自幼婚配，怎么说也是。白起，还愣着干嘛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那盒红豆，也给我撒在裴府门前。红豆，大红豆，我那煮粥用的。这回我知道你刚才为什么腿软。哼，和离，我喜欢你，离不开你，这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虽然性情纯良，为人和善，但若被逼急了的话，也是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的。这你也知道吧？乖。